你们能不能让我好好看个书、绣个花啊？大哥，你公事繁多，不如先去忙，等忙完回来再来看妹妹。这里自是由我们兄弟照看。妹妹心情怎么这么差呢？那我先走了，你们一定要多陪陪妹妹。好。妹妹是不是还是不想嫁人啊？那是当然啊，妹妹肯定不想嫁给秦朗，一定是秦朗逼迫她了。小师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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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师妹！哎呀，想不到我岳峰还能有被你们几个让道的一天呐！哼，要不是因为妹妹心情不好，你以为我们几个能让你进苏府？哼，有本事别请我来呀！好，你现在就走，走啊！我找我小师妹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小师妹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她亲哥哥，亲的。亲哥哥呀，他亲哥哥多了去了，又不止你一个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句！七哥，别动手！哎，小师妹妹出来了。你们能不能让我好好看个书、绣个花啊？你会吗？咱们妹妹什么时候对我们懂得绣花了呀？哎呀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谁都不许吵我，我要好好看书。是看书。有时间的话呢，会给你们一人绣一个荷包。所以现在你们赶紧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既然妹妹想给哥哥们绣荷包，自然是件高兴事。不如我们都先回去各忙各的，等妹妹召唤我们再来。我不走，妹妹，七哥留下来陪着你。去，走吧，走了。七哥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再见，你别拉我呀，把那个家伙也带走啊！凭什么让他陪妹妹啊？小师妹，怎么今天这么低落呢？九师兄，我答应嫁给秦朗了。什么？你答应嫁给秦朗了？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怎么能嫁给他呢？说，你们家是不是缺钱了？你九师兄我有的是钱，有什么事情九师兄帮你解决。姐能帮我忘了他吗？啊？他又是谁呀？九师兄，如果我爱上一个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人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有九师兄在，有九师兄这个大靠山在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你不喜欢那个秦朗，那就不要嫁给他。至于你喜欢的那个人嘛，说需要多少钱，九师兄帮你搞定他。这个世上有太多求而不得的事情，既然我们走的不是同一个方向，又何必强求呢？小师妹啊，你不能这么悲观呀。九师兄，我会打起精神的。这样才对嘛。来，喝水。表妹，
丞相府和将军府的吉时已经定下了。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你来了。坐吧。好。送给你。不，我不能收。为何？是啊，我都快成为他的妻子了。谢谢。打开看看。我知道你喜欢，特意找人做的。秦朗，谢谢你送我花簪，谢谢你3番2次救我，谢谢你。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我可否帮你戴上？你躲开点儿！我能不能给你点钱，然后你离我远点啊？这是我家，我愿意在哪儿就在哪儿。还有，谁稀罕你的钱啊？说吧，需要多少钱？只要我以后见小师妹的时候，你别来烦我，多少钱我都给。我告诉你，老子不缺钱。你找事儿是不是？那又怎么了？妹妹笑了。苏哥。你能打得过秦朗吗？什么？我要出多少银子，你能打他？怎么，秦朗得罪你了不成？我告诉你，岳老三，秦朗是我妹妹未来的夫婿，怎么还想买凶打人不成？你刚才不是也很讨厌秦朗的吗？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秦朗现在逗我妹妹笑了，那我们便是自己人。我还逗小师妹笑了呢，你怎么不说我是自己人？你又黑又一股埋汰劲儿，怎么跟人家比啊？苏老七，你个娘娘腔！我从小见小师妹都要钻狗洞，这个仇我今天一定要报。谁知那万春就是咬牙不肯说话，我们只好去拷问胭脂铺的掌柜。塞到狗洞里去！我有钱，我怎么不敢啊？好了，你跟我发福！好了，你个死娘娘腔！你怎么总我过去看看。我打不过你，我陪你去。钻狗洞钱，我怕你啊！打不过苏老七，你家狗洞我钻够了。你自己愿意钻，谁理你啊？我明天就找人把你那堵破墙给拆了。好啊，看我不先把你给拆了！想打架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九师兄，小妹妹，哎呀，我说妹妹，你看看你，自打你回府之后，整天都郁郁寡欢的，哥哥们都担心死了。是啊，小师妹，你不开心，九师兄也不开心，还要连带着被这个娘娘腔欺负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九师兄七哥，你们2个不要再吵了，再这么吵下去的话，冉冉可就真的郁郁寡欢了。小师妹不要郁郁寡欢，九师兄赔罪。算你识相。七哥，好了，都听妹妹的，让开。哎，妹妹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这2天都让哥哥担心死了。